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到第二堂礼拜的时间，无论在现场或是在线上，我们都同心聚集要敬拜神。我们先预备心，我们要开始来敬拜。各位弟兄姐妹，诗篇113篇1到3节这样说：要赞美上主，上主的仆人啊，要颂赞。你们要颂赞他的名，上主的名应受颂赞。从现在直到永远，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上主的名应受颂赞。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他的名是应当颂赞的。愿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要请我们的敬拜团一起带领我们用诗歌、用祷告来敬拜神。大家平安，平安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在礼拜天的早晨，大家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敬拜神。我们可能在线上，可能在实体的敬拜，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用渴慕的灵亲近神，神就与我们同在，他的殿就在我们的心中。诗篇27篇第4节说：就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多么让人家渴慕而且喜悦的一件事情，可以在殿中来敬拜神。我们现在已经开放实体的敬拜，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实体的敬拜，在殿中一起来求问神，在殿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这个时候也要为几件事情来献上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耶稣，你医治。求神来医治我们，求神来触摸我们，求神的灵来浇灌我们。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新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面的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耶稣你宣告，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比你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比你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我们一起来为一件事情祷告。这个经文说：我劝你弟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要为世界各国、为万民来代求。虽然我们所求的为这些君王一切在位的祷告，他们可能还没有认识这位神，
但是神因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平安度日，他也要祝福这些官员，祝福这些在位者，让他们有智慧来做好的政策，来帮助我们能够安稳的在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在神的一个保护当中，我们领受祝福。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为世界各国来祷告，特别现在世界各国在疫情的一个冲击之下，造成许多地方有非常多的一些灾难许多的一些不便，许多的一些挑战百姓的生命受到许多的威胁，所以我们要为这些疫情带来的一些困难灾情，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阿富汗这个国家献上祷告。我们知道他们现在面临许多的一些战争带来的一个杀害、恐惧惧怕在这个国家里面，求神能够怜悯。我们特别为天灾造成的许多国家的一些经济上、人民的生命受到一些损伤损害，我们来献上祷告。第二个，我们也为我们台湾的政府来献上祷告，特别为在位的首长官员，让他们有智慧、有公义、有好怜悯的心，帮助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百姓能够安稳的在这个地方居住。所以我们开口为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各国的一些困难、灾害、患难，我们献上恳求，也为我们台湾的政府官员，我们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所有的挑战献上祷告。神求你原谅我们在你的面前所做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知道如何来归向神，如何来修复跟神的关系。主特别怜悯这些受到灾害苦难的这些百姓们。主怜悯他们。主你用你的慈爱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带领我们过这样的困境，过这样的挑战。还有是的主，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来寻求你，用祷告来托住还有主领院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县市长，让我们真的有智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来到圣殿里面开口来赞美你，来敬拜，也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要这样的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所面对的人类所面对的许多的一些困难、挑战、困境，我们献上祷告，求神原谅我们，原谅我们人类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的罪，破坏了这个大自然，破坏了整个顺序，让我们的心再次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主，我们特别为世界各国全人类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疫情带来的困难跟挑战来祷告，也为这些因为战争而受苦的这些百姓来献上祷告。主啊，求你怜悯，在这样的患难当中，也让这些百姓们能够进入到神你的同在跟医治跟安慰。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奉你的名来祝福台湾的这些政府各阶层的官员领袖，让他们有智慧、有怜悯的心，来帮助台湾走出疫情所带来的困境。求神赐福中央地方的执政团队，恩膏他们所规划的所有的政策，能够让国家百姓能够蒙受祝福。主，你大大的垂听我们的祷告，照你的心意来成就你的美善，在这个地方，在全世界。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第二个，我们来为目前在疫情当中受困境的这些居民们的献上祷告，可能在经济上，可能在生活上在健康上都受到一些困境跟威胁，我们为他们祷告。特别这个时候是我们台湾的农历7月，是一个平安月，有许多的台湾的百姓受到这样的恐惧、邪灵的一些捆绑，心灵受到压制，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也为台湾的这些居民们来献上祷告。第二个，我们希望台湾的众教会跟神的百姓能够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此刻能够为主发光，各地的教会能高举十架的一个灯台，让在黑暗中的百姓、黑暗中的居民们，因为这个亮光能够来亲近神，来认识神，而让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好的见证，成为台湾我们的众百姓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开口来为在疫情当中受困的，为在7月份受压制的这些台湾的心灵，为台湾的众教会可以被兴起发光，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时候特别为台湾
目前的疫情所带来的一些困难来线上祷告，特别为台湾在目前是一个平安夜，许多的居民、许多的百姓受到邪灵的捆绑，受到惧怕的一个辖制，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惧怕，感到非常的无助。这个时候求你神断开这样的一个锁链，特别兴起更多的基督徒，兴起更多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能够为主来传扬平安的福音，特别让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来为主来做见证，在这些百姓当中能够行出神的美好，让他们来认识神，让你的救恩翻转这个地方，翻转这个土地，让台湾成为神所祝福的一个地方。还要感谢你，愿神亲自的掌权作王在台湾这个地方。还有求神医治我们，求神医治的台湾土地，求神医治台湾的百姓，医治我们所有的人的心灵。还有是怎么感谢你，愿神亲自掌权作王在台湾，成为我们台湾的主，成为我们世界的主。愿神亲自的祝福我们。我们要宣告，因为你我们要得到自由，因为你我们要得到医治，因为你伸出的手要怜悯我们，要释放我们。主，我们相信主耶稣十字架的大能要救赎台湾，成为神所合神心意的一个地方。还有要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耶稣你宣告，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施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施行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耶稣你宣告，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施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下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这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的肢体的线上祷告，我们特别为教会的牧者、为长子同工、为牧区的小组长同工来线上祷告，特别为教会的一些团队各团契同工来线上祷告。虽然我们现在还在疫情当中，许多的聚会没办法实体的进行，但是求神给这些同工们有智慧，知道如何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一样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一起在信仰道路上互相鼓励支持，能够在疫情当中一样能够更多的爱神。所以求神让这些同工们有更多的能力智慧，来一起来喂养神所赐的这些百姓在我们当中。第二个，我们为年长的弟兄姐妹线上祷告，特别在疫情当中有许多的年长者，他们没办法受到完全的照顾，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这些长者，才能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依然有神的平安，有神的安慰，有神的鼓励在他们的心中。第三个，我们为心理忧伤、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线上祷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目前遇着的困难，这时候我们特别为他们提名来祷告，求神赐下他的医治，赐下他的平安在这个弟兄姐妹身上。所以我们开口为这些我们知道的这些肢体，为我们教会的同工，为年长者，我们开口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为这些肢体们献上祷告。主啊，这是神所喜爱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主啊，求你眺望他们，求你亲自的与他们同在，鼓励他们可以来亲近你，鼓励他们可以来爱你。主啊，求你亲自的祝福他们，让他们在各种情况当中一样经历到神你的平安，经历到神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特别为教会这些同工们献上祷告，让他们知道如何在这样的疫情当中，能够来让神的爱透过他们的这些关心，透过他们的一些引导，让弟兄姐妹的心同心合一的在一起，继续在奔跑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主啊，亲自祝福这些子弟们，让他们在各样的状况当中一样能够来经历到神的平安跟喜乐。哈利路亚，是的主。第二个，我们来为今天的主日敬拜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不论是在实体的敬拜或是线上的敬拜的弟兄姐妹们，都有一颗渴慕的灵来亲近神，都有一颗渴慕的灵来聆听神的声音。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们，在线上也好，在实体也好，都有一颗渴慕的心来献上祷告。第二个，我们特别为今天的礼拜的整个的服事，整个礼拜的过程都能够顺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是以线上敬拜为主，让整个线上敬拜的运作都能够顺利顺畅。第三个，我们特别为今天要讲到分享的项目是来线上祷告，求神重用他的口，重用他的灵，能够眺望他的灵，能够让神今天他的话语、他的教导、他的祝福透过讲道，能够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来眺望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开口来为今天主日的敬拜，我们开口来线上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早上敬拜献上祷告。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特别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让我们更多渴慕的临到你的面前，当仰望神你的同在，当仰望神你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透过早上牧师的讲道，让我们再次的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命定跟呼召，让我们更清楚明白神你在我们的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心意。主啊，大大的张口你的灵，大大的彰显在这个地方，高举的十架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是的，这么感谢你，赞美你。亲爱的父神，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早上聚会献上祷告，愿神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愿神将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无论我们在线上的聚会或是在实体的聚会，都有神你的同在，让我们可以在早上的聚会当中再次领受与神你面对面，与神见面，与神你相亲相爱，与神你亲近的这样的一个美好。透过早上的牧师的讲道，让你的话语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眺望我们每个人的灵，让我们可以再次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跟命定。主啊，求你这个时候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今天的聚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聚会。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靠着耶稣，我们要得胜；靠着耶稣，我们软弱要变成刚强。哈利路亚！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能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我。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能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我。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
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再次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再次说是你带领我得胜，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我们要这时候欢迎他降临在我们当中，降临在我们心里面，降临在聚会当中，无论是实体的聚会、线上的聚会，君王要降临在这个地方，降临在我们敬拜的地方。哈利路亚，是的主，欢迎你。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无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求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大大来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雨，浇灌着你，眼未看见，耳未听见，耳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
浇灌着你，眼会看见，耳会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求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赞美他，敬拜他，也为我们一切的受苦、身心灵病痛来祷告，一起来领受神的医治。求主赐下祷告、敬拜、赞美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当今日的聚会充满神荣耀的存在，求圣灵管事我们的心思意念，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也让我们爱神爱人的心不断的生长，叫我们能活出美好的见证。亲爱的主，当我们面对到疫情侵入到我们生命生活的时候，恳求主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在困境中能淡定我们的心。当我们欠缺疫苗无法得到免疫保护的时候，求你继续用你的恩典与怜悯来守护我们，使我们无埋怨，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求主仰听我们的恳求，保守我们的平安。亲爱的上帝，求你的灵大大高抹在教会的牧者同工的身上，无论在线上、实体主日的敬拜，在祷告的服事中，都能带出极美的果效，不受疫情的影响，让各众的聚会都能平平安安。愿你的名为圣。亲爱的主，我们要奉你的名来祝福政府这一次的振兴方案，求你来帮助政府团队从过去就有的经验来提升，使执行细节都能更有美好的协调，更加周全的评估和考量。求主赐福中央与地方执政团队，使这次的振兴方案成为国家和百姓的祝福。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还不足，我们必须要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说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看的经节是马太福音13章1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同一天，耶稣离开了家，
到湖边去。他坐下，与那行人集合到他跟前来，所以他上了一条船坐下。行众旁的水边站着，他就用比喻向他们讲解许多事情。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失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鸟儿飞来把它们吃掉了；有些落在咸土的实地上，因为土壤不深，很快就长苗。但太阳一出来，幼苗就给晒焦了，又因为根不够深，就枯干了。有些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把幼苗挤住了。另外，有些种子落在好土壤里，长大结实，收成100倍，有60倍的，有30倍的。于是耶稣说：“有耳朵的都听吧。”现时我们要用影音献诗我们的圣歌队。讲到
我们夏牧师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好土地与天国福音”。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慢慢来恢复实体的敬拜。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仍然习惯在线上，但是求神保守我们，无论在实体或是在线上，大家都同得造就。我们在分享主话之前，一起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借着这个美好的时刻，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灵命的粮食，让我们透过这些话语得到属灵的启发跟力量。圣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撒种的比喻。那借着这个撒种的比喻，是要在各层面去了解这个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哈？好土地与天国的福音有什么样的关联？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撒种的比喻，有4种泥土，那怎么样长出不同的结果？我们等一下会一起再复习哈。那我们在分享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了解说，主耶稣讲那么浅显的道理，但是又那么深，又那么有完整的天国的福音，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重点是在于说，主耶稣他这个传讲是针对所有的平民百姓，不是对专家学者，也不是对高知识分子，是对一般的平民。所以他讲的道既浅又容易了解，不过领受的人不一定完全都一样。那我们就从这个经文的背景知道说，耶稣他在各地医病赶鬼行神迹以后，很多人都很仰慕他，很多人是想要跟随他，所以每到一地都人山人海，大家都盼望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或是聆听福音真理。因为这个是他们平常在会堂，或是他们在传统的犹太人的一个家庭教育当中很少听到的。那在这种以前2000年这种社会呢，是非常的单纯朴实的一个社会当中，会产生骚动，那是不简单的事情。就像今天我们透过网络，很多网红，对不对？很多 YouTuber， 他们会用很多的方法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但是主耶稣他是传讲真理，让很多人来跟随，因为这还牵涉到一件事情：耶稣出来传福音之后，看见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经学士、这些文士，他们呢所说、所要求跟所做不一致，所以耶稣就批判了他们。那因为公开批评他们，引起这些人，他们是当权者，他们是坐在上位的人，所以他们对他有极大的反感。那甚至圣经有记载说，他们商议怎么样来除掉，有点类似说这个阻碍这个障碍的石头要把它丢掉，把它除掉。那是一个当时的社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样子，因为那些会堂、那些犹太人社会的那些机构都是这些人掌理那这个讲批评他们的话，怎么可以容许他继续在这个环境成长来活动呢？当然就赶出会堂了。以前耶稣在会堂的时候，他是针对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都知道，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常常用解经、讲解经文来讲道方式跟他们做讨论。我们都知道，耶稣在12岁的时候进圣殿就会跟这些圣殿里面的经学士、这些文士来谈论所以表示主耶稣他在属灵上的造诣已经足够跟这一群知识分子来对话。
当时的犹太人，他的母语是亚兰文，就像我们台湾现在很多母语无论是胡老话啦、客家话啦，或是原住民的话语，都有各自的语言。但是他们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通行的文字就是希腊文。那主耶稣他会选择对象，不同的对象，他所讲解的是不一样。他如果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讲比较有逻辑的、有思考的，可能对这一群百姓、这一群群众是有隔阂的，可能可以讲的一篇非常很有章法的道理，但是百姓可能听不懂。尤其我们都知道，他既然没有办法在会堂里面，就是在一个不是非常完美的环境之下，讲道就不能讲得太深，让人家没办法马上吸收。当时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投影片，所以呢，主耶稣呢，他选择了用亲切的亚兰文，而且用当地他们一听就了解的食材，比如说用灯、用盐，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还有稗子、无花果、芥菜籽、撒种。特别是在这段经文在13章，他特别记录了7个比喻7个比喻。那应该是这些马太这个作者，他们将耶稣的所讲的这些道理、这些比喻，把它整理出来就在13章把它一一来呈现。有学者研究说，大概在耶稣或是在新约里面呢，有27个这个比喻那13章所记载的比喻很多，大家可以查考圣经的时候知道说，里面有撒种的比喻啦，仇敌撒稗子的比喻啦，芥菜种的比喻啦，面笑的比喻，还有宝贝藏在地里的比喻，好珠子的比喻，还有撒网的比喻。那这些无非就是要听者马上能掌握住主耶稣所要讲的是什么，不只是讲道理平民化、生活化、实体化，他也在以露天为会堂，用旷野做讲台，所以他改到路边、改到海边，甚至无人烟的旷野去。那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谈到说就是在当天就在当天，耶稣呢离开了家，到湖边去，他坐下。那既然是写同一天，表示之前有事情嘛。那其实我们如果读12章马太福音12章就记载说，那一天呢，其实他碰到了一件很困难的事、困扰的事，因为法利赛人污蔑耶稣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哇，那个是很大的一种这个栽赃或是一个很大的污蔑。所以耶稣既然跟这一群当权者已经产生了对立了，所以他就到湖边去，应该是想要去那边休息吧，或是那边散步沉思。不过那些人跟着他，他从家里出来就跟着他的。问题在这边是说，耶稣他不会放过任何跟他们互动的机会，所以呢，百姓源源不绝跟随着他。这些人大概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渔夫、妇人或妇女等等。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背景去了解耶稣为什么要讲那么简单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内容简单，但是其实属灵的意义不简单。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说，比喻是从真实生活或是环境中截取那个故事，里面含有道德或是属灵的意义。我们刚刚有讲到新约圣经学者统计说，有27个比喻在新约圣经里面。那会讲到这个，一定是大家看得到，或是马上经历到了，或是在这个季节。所以耶稣到加利利湖边，群众跟随着他，他就以湖边的船为讲台，因为人拥挤，对不对？要看到耶稣看不见，大家秩序会乱掉，所以他就旁边有小船，他就跳到船上去，那让船离开
岸边一个距离，那岸一定是慢慢斜坡往上嘛，所以呢，很多人聚在那边，就好像一个天然的讲台。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图片里面有一些就是罗马的剧场那种形式哈，讲台是低的，那群众是在高的上面，不像现在是讲台在上面，会众在下面哈。然后他又看到，附近这个斜坡上有一些梯田，有一些农田，还有农夫在那边撒种，所以耶稣就用撒种的人作为教材。那犹太人他们当时的那个撒种的方式有2种哈，大概有一种是可能比较田地比较小的，就是有撒种，他背着一个背带，然后种子在他这个袋子里面，他就手抓一把，然后撒种子，然后既然这个种子在空中撒，就不可能说每一个，不像现在呢，很多这个精致的农业他们要种一个种子就是一个洞一个种子了，对不对？因为当时的那个田地是比较属于比较广阔的地，那有没有办法成长不一定知道，所以就难免会撒到荆棘，撒到石头的块上，或是在路边呐。那当然，农夫都希望能够撒在好土里面。那这种4种泥土呢，在当时的百姓都很清楚，知道说好像有一点类似，总是要损失一些，对不对啦？但是他们期待的是落在好土的种子能够长出来，让你损失的能够边际效益还至少你收获的会更多，那就不会觉得是损失了。另外一种，他是用这个驴子呢，背着袋装的种子背在他的背上两包就垂下来，然后那个洞呢就留一个小洞，一走的时候会震动，对不对？那些种子就大概在中东那个地方就栽种麦子比较多了，麦子，那就一边种一边栽种当然要有那个路径可以走，那路径当然有些种子是撒在这个路径上，所以这个比喻呢的信息是很浅显的。耶稣特别在这个比喻当中通常他讲完了就大家去思考，不过在这个撒种的比喻他特别讲解还解释这个比喻好，第一个他说种子四种结果，预表接受福音的程度。第一个是在路旁，他说飞鸟就把它吃掉了，因为看得见嘛，那个飞鸟是非常敏锐的，无论是用鼻子或是眼睛一看就知道有种子的，它跳下来就把它吃掉。他说代表什么？代表人有一种刚硬的心呢。19节，耶稣有解释说，听到不明白的，那恶者来把撒在心里的夺去了。飞鸟就代表那个恶者，种子都还没有落，还没有深入泥土就被吃掉了，根本就来不及那个发芽。第二个是石头地，它日头一晒就枯干了，表示人肤浅的心不够深度去接受。在20到21节解释说，听到当下欢喜领受了，只因心里面没有根，不过只是暂时的。那未到召唤人就立刻跌倒，就是遇到一些挫折、一些不顺利遇到一些自己心情不是很顺遂的时候，就把那个真道把它除掉了，因为根本没有生根在里面。第三种是在荆棘里面，第7节，荆棘把种子挤住了，就好像我们被世上很多杂事、很多渴慕追求的事情、很多自己的喜好或是钱财迷惑了。22节解释说，听到后有世上的思虑、钱财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最后一种就是好的土地，他说可以结100倍、60倍、30倍。我们都知道，一旦这个种子放到泥土里面，它是好的泥土，那就很容易成长，而且不会受其他的影响。当然，有些时候要农夫特别的保护，它就能够结实100倍。100倍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没有什么困难的。那我们都很期待理想说，有100倍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撒的种子
能够得到这样子。那这个结识，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比喻里面呢，有3个角色。第一个是撒种的人，撒种的人他的智慧、态度、殷勤、努力很重要，对不对？比如说，耶稣这边没有提到，但是我们都了解，一个撒种的人，他不会随随便便突然间心血来潮就要去撒种。我们台湾传承这个汉民族的这个节气有没有？24个节气，你知道这些农夫呢，以前他们就不大会注意什么那个西元几年几月几日啊，他们会注意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栽种的时候，是不是撒种的时候，因为有什么春分啦，有惊蛰啦，还有一些不同的节气，然后按照那个节气来种东西，所以这个撒种的人是关键。当然，他如果很认真撒，也许就不会撒到那个硬地或是荆棘里面了。所以，我们是不是那个撒种者？当然是，因为基督徒就是要传福音嘛。主的道是在我们手上我们在嘴里我们的行动上那第二个就是种子。我们知道耶稣讲的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嘛。那天国道理它本身就是具备良好的品种了，不怕说它不结实，而是因为那个土地到底好不好，那个泥土到底能不能接受。所以撒种的这个智慧，那个美好的种子在那边那撒在哪里，那才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最近这2个礼拜有没有在追剧公视的大河剧叫做《斯卡罗》在上个礼拜上映了，昨天又上映了第3集、第4集那我会提到这个，是因为这个有跟福音有点关联呢。他在描述1867年屏东垦丁一带现在那些古地名大家可能不了解啦，什么车城啦、垦丁啦、社顶啦，还有牡丹啦，大概这个区域我们现在都把它当成观光区，但是其实它曾经发生非常悲壮的故事。因为在那个地带呢，早期是一个还未开化的世代，那个清朝呢把它当成化外之地，那等于是各地人自己自谋生活各凭本领了。那没想到因为一艘外国的美国的船在那边因为搁浅那些船员、船长还有夫人上岸，然后被原住民杀害了。那原先是一个船难的事情，照理讲是一个很单纯的事件，包括说不小心那就是遇难了。但是因为这些原住民把它当成仇人，把它杀掉了，那竟然引起了一个国际的事件。这国际事件引起了台湾原来是一个化外之地，变成各国在注意的地方。那我们都了解这个故事的历史后来就形成了台湾被各国注意的一个地点。后来引起了日本人开始来台湾，引起了后来的甲午战争，后来日本人来占领台湾，这些都跟这个小小的船难有关联。那我们是要想说，这个故事从我们基督徒来看呢，很巧，那个故事刚好就是我们长老教会第一位宣教师马雅各医师来传福音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从这个很精致的影片当中呢，看到台南府城的，好像又把它重现了那些故事场景，让人觉得原来马雅各医师当时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传福音的了。但这个福音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到说，马雅各医师还有在当时有在台南跟高雄传福音，他传福音的对象刚好就是这四个族群：福佬人、客家人、平埔族，还有原住民。我们从历史的演变来看，马雅各同样撒种子同样传福音，但是这4个种子真的就是像那4种土地，接受度不一样。
各位可能了解说，接受福音最多的是哪一个族群？是平埔族，是平埔族，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西拉雅族啊，哈，卡道族。那这个故事的演变很有趣，是因为杀害这一个轮船的船员的是原住民，大概是现在的排湾族那个部落，因为他们原来是在400年前，荷兰人曾经派的军队去攻打那一个地方，好像是化外之地，就他们的百姓觉得有被杀害，所以他们看到外国人就感觉你们就是我的敌人哈，就是马上好像刺猬一样紧张起来了，所以才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个遇难的船员杀掉了，那引起这个国际事件。不过反倒是同样在400年前，荷兰人的所以大概这些实景的这些电影的片场听说是在我们的那个岸内糖厂那边哈，在盐水那边政府也是投资了哈，让这种很实景的这个好像我们的历史的场景这样子。那这些场景就是当时马雅各医生传福音的地方。感谢主，我们看到已经150几年了，就跟刚刚发生的历史一样。所以好的土地，从我们这个今天的角度来讲，是人的心境，包括族群不是个人族群或是这个环境，还有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土。把泥土挖深，把那个泥土里面，因为澎湖七美是一个火成岩，就是火山所形成的小岛，里面都是石头了，最不缺的就是石头缺雨水缺表土那个土壤那个肥沃的土壤所以先民就是要把地里面的石块挖起来，然后那些泥土才能够松软，然后才勉强能够耕作这些杂粮。我记得阿嬷说，他们那些石头捡起来捡到太多到要哭出来了。不过先民有智慧，这些石头你要拿到哪里去又那么重，所以他们呢就因地制宜，在那一个田园的每一个家人，每一家的他们的土地的边缘，他们的界限，就用石头把它叠起来，当成围墙。那个围墙是有用的，不是我跟你有一个隔离的，不是，是因为澎湖的风那么大，那要挡风，而且挡那些咸味的那些雨水所以这是澎湖出名的，叫做菜宅菜还有房子可以住就对了这些是先民留下来，现在大概很少看到了，因为这个是古代到现在这些百姓一直要维护它，石头倒下去又可以重新恢复，那些石头都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那这些是让澎湖有限的耕地里面，让民众能够种植这些干粮杂粮来糊口，因为那个地方不能种稻米。那大概这个围墙有2种，一种就是我讲的从地里面挖出来的石块，第二种更珍贵是什么呢？是从海里面那些珊瑚礁。我们知道珊瑚礁它本身是活的那久了之后，也许受热影响它就死掉了，那些珊瑚礁被挖起来，当成围墙当成围墙。那这些就是珊瑚礁。那澎湖有一句话叫 logo， 这个名称不知道怎么来的，反正这个名称就是在讲珊瑚礁。那珊瑚礁因为本身在海里面还活的是软软的但是它因为有很多钙的土这个成分，所以越晒会越硬，越晒会越坚固，所以他们就拿来当砌那个石墙的因为很坚固所以很好，因为它很粗糙嘛可以很密合这样子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那个石墙，是为了维护那个好土地，因为表土太浅了，又没有像我们台湾有那个大河像最近在
那个高雄啊那马夏那边哦，哇，一大堆土石流过来，那土石流当然是一种伤害，但是当它沉淀以后，当它硬下来，那些泥土都是很肥沃的、冲击的。那澎湖没有，必须要靠这个围墙来维护。所以好土地是要用心去经营的，要花很多心血去把它成就的。那这个是好土地，你必须要去经营，需要照顾。那这个福音的机会就是种子即使只有1/4的机会都在好土，那也是可以有30倍、60倍、100倍的成长。我们可以说，初代教会上帝的道四处宣传呢，很多人拒绝流失，所以包括被迫害，很多传教士或是很多基督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到各地地中海沿岸，这个是传福音。但是虽然很多人拒绝，但是上帝的道还是有收成，因为是流失的，也是流失的10倍，最终天国是得胜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从土地的好坏，也在对照着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丰盛与否。我们说这个土地可以象征很多种，还包括我们心中有4种土地的形态啊。你是一个栽种非常好成长的土地呢，还是你被世俗的心所遮蔽了，或是你的心不平安不平静了？这些都可以在你的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可以显现出来。所以撒种的人就很像我们之前牧师分享过的一粒麦子落在土里，这个种子的品质、撒种者的态度、土地的好坏，都会关键于这一个土地的那个种子有没有办法成长。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撒种者，我们及时把握传福音，在培养好的土地上，就会有30、60、100倍的收成跟复兴。当然也有不结实的原因，因为种子不好，不是种子不好，是因为人的心刚硬、复杂的心态所造成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好撒种者，就要观察我们周遭这个环境有没有办法是一个好的土地。还包括天候，对不对？时间到了，它自然就让它成长。这些都是基督徒成为好撒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牧师要分享一个前不久才看到一篇文章，刚好这文章的主人是牧师的同学了，他叫阿栋牧师，他是在新竹的最后山的一个叫做镇西堡的一个村庄，就是所有的路已经到最尽头了，这个叫镇西堡。一边就是司马库斯，最近最流行的这2个后山的一个旅游区啦。最近因为疫情哦，他们就不要来，因为怕把疫情带上去了。那这个阿栋牧师在神学院的时代跟我们一起同学，牧师曾经好多次讲到他哈，因为他很多故事让我们学习。他在新竹县尖石乡的最后一个村庄叫镇西堡，他读完神学院就回去那边教会牧会。后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投入土地运动，就是保护还我土地，就是把原住民他们应有的土地向政府要回来。他也曾经投入那个议员的选举去维护他们的权利。他跟他的弟弟留在故乡里面，就是为了保护他们故乡在山坡地那个很稀罕就是很难得的土地，不要被财团拿走。因为最近我们都知道，财团很多到新竹县里面去原住民把土地买下来，去当那个什么露营区，或是栽种这些高冷蔬菜，或是种水蜜桃那些水果。因为原住民很单纯有时候用骗的，或是用很多方法把它骗过来。那原住民看到一大堆钱心就开了，就接受了。没想到后来他土地没了，钱都用得光嘛，钱用得完嘛，那后来就变成流落失所了，不然就到平地去打工了。所以这个阿栋牧师就是从信仰得到一个很深的概念，就是说土地是母亲呢，这块土地一定要好好维护照顾它。所以他们觉得原住民的土地认识是回到他们一个传统叫做嘎嘎，就是他们的自己的规范就对，好像他们自己的宪法一样。
从3种精神，泰雅族的精神就是土地是共存的一个列区，共荣的是种植小米的土地，还有共享的收获分享的。他们认为这个土地是一个大冰箱，土地储藏了生活所需，住在这里的人可以随时向自然拿取，不是掠夺或是过度开发。那这篇文章让我很回忆起来很思念，因为这个阿东牧师他在4、5年前因为太累了，就才多我1、2岁而已就中风了。他不得已就是持续牧师的工作，或是退休了，然后他就鼓励他的2个弟弟一起在他们的故乡这个部落来维护这个土地。那这个照片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这个第一个东边太阳一晒到的部落就是他们叫镇西堡。从他们这个耕地的上面去看到这个房子就是他们的教会的位置教会的位置。这位是阿东牧师，因为中风了，只能用拿拐杖，但是还好看他恢复的还不错，就心中很安慰那这跟他的师母一起在这个故乡里面经营一些部落的教学啦，把他们的语言当文字化，他们还教孩童怎么样说母语，怎么样制作那些针织品都变成一个讲堂他们的部落的讲堂。他们还按照他们古典的先人的一个传统，把它制作一间烤火房，因为在山上非常的冷，有很多东西需要干燥，所以他们就用一种传统的烤房，能够让他们的东西能够一直保存着。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土地捐献出来，或是提供出来。他们不是要种水果，他们是种他们传统的在地的树，让它各种环境重新恢复起来。他们就把原来要种水果树的就把它除掉了，他们认为那个是会破坏土地的。种那个水蜜桃，看它赚钱很多。他们从来怎么样呢？他们重新回到原始的，他们原住民的，是种的那个有机蔬菜。他反正现在全那个大的那个有机蔬菜的那个店都是他们的客户。他也培育那些在地的果树，让这些五色鸟又回来了。曾经他们在推动这个努力的时候，在地的年轻人会有一点反抗，觉得说我们卖土地可以让人家盖民宿，那多好赚钱啊！那就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永续，你们要留在这边，你们的子孙才能够永续生存。所以虽然种这个果树没有什么用途，但是五色鸟回来了。有一天，很多在平地的这些观光客，他们来是要看这个美丽的小鸟，要看这个非常漂亮的森林，慢慢给他们解说。感谢主，他们因为这样的努力，这一个镇西堡跟对岸的就是司马库斯，形成一个非常棒的典范，原住民保护土地的典范。这是他们在烤房里面，家人一起那边烤着火，一起聊天。这是他弟弟怎么样维护这个土地怎么样来照顾他们的部落族群他们有一个镇西堡学的讲堂，那还有一些针织的教学这样子。那我要说，这个比喻跟这个土地的关联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保护土地，照顾自己祖先的土地，也是一种传福音的一个路径。基督徒要成为撒种者，努力传福音，将种子撒在好土地。我们在新圣诗里面有一首诗歌，是我们前蔡正道牧师所写的，他的诗歌叫做《我的心是土地》。那我要透过这一首诗歌，成为一个回应跟结论。他华语的是这样写说：我的心是土地，愿种下你话语。若我殷勤栽培，必将结实累累。第二段，你的话是种子，在我心被深植，圣灵活水滋润，必会快快结实。第三节，主的道是真理，成长在我心里，常常教导勉励，言行合主心意。各位弟兄姐妹，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的心是土地，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周遭的邻居，
他们的心也是土地。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好肥沃的土地？有一天你撒种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发芽，就会结实100倍。这也是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根据。我们要请诗琴来伴奏，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做结束哈。一节一节来读，来唱，来。我的心是土地，愿种下你话语，若我殷勤栽培，必将结实累累。第2节。你的话是种子，在我心被深植，生灵活水滋润，必会快快结实。第3节。主的道是真理，曾在我心里，常常教导勉励，言行和主心意。我们一起要来做公祷，再结束。谢父神，感谢你，耶稣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是那个撒种者，我们心是土地。主啊，愿你的天国的道理、福音，在我们心里面能够结实累累。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好撒种者，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一个亲友、同事当中，耕耘好土地，让这些土地能够接受真道的种子，能够结实100倍。感谢主，因为主的道是活泼的，是有生命力的。我们是要一起配合，努力耕耘。所以我们要继续为我们台湾的平安祷告，我们为第一线防护人员、防护单位祷告，为台湾百姓能够普遍能够施打疫苗得到保护，同胞团结一心来对抗疫情祷告。我们也为世界各地变种病毒侵袭，染疫人数创新高，情势很严峻，求主怜悯，让我们有好的策略，能够防止这些疫情的蔓延。我们也特别为疫情下我们会友在工作、在经济、在事业、在健康都能得到你的保守。虽然不方便，虽然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要用感恩的心，知道我们相对在台湾有一个平安的环境。主啊，我们为教会各项事工能顺利恢复，小组、牧区、团契的聚会、门徒培育、福音事工能顺利展开来祷告。也为暑假即将结束，我们青少年主日学生他们的假期有美好的安排，身心灵都得到成长来祷告。主啊，我们为病痛在治疗与静养中的弟兄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求你保守医治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不方便的环境之下有神特别的保护。今天也是农历的7月15，很多台湾同胞大肆来普渡拜拜。我们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主啊，求你怜悯，让福音的真理大能够让他们心灵得到真正的安慰。我们也为上个礼拜发生了阿富汗政权的转变，因为这个统治者很残酷，或是基本教义，让很多基督徒受迫害，很多宣教师必须被迫离开。求主怜悯，让这阿富汗的同胞能够在大家的关心努力之下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也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身心灵都平安，
在工作环境，特别是已经打过疫苗或是还没打过疫苗的，大家都能够有主的保护，一切都顺利跟平安。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就结束哈。疾管局呢，在昨天又公告说，第2级警戒要延长到9月6号。换句话说，这种情况有少数人可以进来，但是完全恢复还有一段时间距离了哈。不过我们还是要按照规矩怎么样防护洗手啦、挂口罩啦，这个都是基本的。特别是我们在陌生的环境，我们弟兄姐妹尽量要小心就对了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谁有去接触过感染者哈。那我们教会仍然是容许99个人一场来做礼拜，那我们会在隔场的时候做一点清消，那让大家能安心来做礼拜。那我们现在也是目前继续实体跟线上礼拜并行哈。如果你已经打过疫苗，你的内心没有恐惧哈，没有害怕，我们欢迎到礼拜堂来，因为我们有那个安全距离哈，它可以同心敬拜，实体的敬拜还是不一样哈。那我们教会有一些事工报告、小会报告，我们长职轮休呢改选要在10月24号就要举行了哈。那疫情如果解封，我们必须要足够人数来出席才有办法选举。但是小会已经讨论到一个配套措施，就是类似我们国家在选举的时候，不是同时投票，是一个人陆续来投票，所以我们可能会疫情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分日投票的方式，到时候时间到了，我们再公告怎么样处理哈，那是合乎法规、合乎人数的哈。第二个是45周年的大聚餐，我们等那么久只好取消了哈，明年有空再来办哈。再来是圣餐礼拜，我们等10月份人多一点呢，再来举行，适当一个主日来举行。另外是跟我们各小组很有关系，是第5期的幸福小组哈，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很确定了，所以我们就原则上幸福小组暂缓举行。不过我们尊重我们各小组，你如果觉得你可以掌握的线上也可以啊，或是小型的你要自己举办、个别举办幸福小组也很鼓励但是要报备小会，因为这个幸福小组我们有一些经费上的补助要正式登记那当然我们如果说完全不行的，我们就鼓励来在感恩节11月的时候来举办一个福音茶会今天也是祖父母节了我们记得跟我们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来请安第4个，我们是感谢主我们在财务部7月份的经常会统计，过去3个月虽然我们是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实体礼拜，但是我们会有很热心借由各样的奉献呢网络啦或是转账啦来做奉献。我们统计上个月7月的经会的结论就是跟去年的7月来相比没有差很多了表示说我们还能够很正常的运作。另外我们欢迎兄姐来订购这个2022年的周历手册，向办公室登记。另外还有一个是台语的圣经，可能我们华语堂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没有用到有在做一个优惠就是新旧约的一个圣经，台语圣经。那另外一个是卢启明传道封牧受子感恩礼拜，要在这个礼拜6的下午举行。因为有人数的限制，他们来宾大概99个都已经容纳不了，所以我们只邀请了圣歌队来献诗了还有几位同工来帮忙而已其他我们就给他们代祷祝福就可以。那还有接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教会那个3林小组的美银姐妹她的爸爸陈金城先生在礼拜5安息了是84岁我们也为美银的家庭来代祷他们虽然他爸爸没有受洗信主，但是他们希望能够用那个基督教的仪式来做礼拜，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以上是牧师的报告。那我们等一下请我们的诗会来主持一个奉献，就来做结束谢谢。我们一起来奉献。
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上奉献的诗歌。请坐。我们一起来看本页的金句，我们用华语来读一次。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申命记5章第16节。最后，我们邀请大家起立来上最后的诗歌。上完，我们请牧师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人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但愿是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恩典，三位一体的神跟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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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默祷感恩来避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跟线上聚会到这边，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因为你们的参与，让我们感觉这个实体上的那个感觉更加的那个热络哈。我们一起祝福一下好不好？啊，愿你平安，大家一起平安，愿神祝福你，大家平安。等一下，我们有主日学老师的一个会议在3楼了哈，我们请我们老师记得参加哈。